老板，给我拿条最便宜的手镯，给我婆婆戴。最便宜的？对，越便宜越好，我们戴就行了。您确定要最便宜的？您稍等一下啊。素姐，你看这美女穿的光鲜亮丽的，她给她婆婆买个最便宜的，她怎么那么抠啊？哎，你不要乱说话啊，一会儿让人家听到多不礼貌啊。老板，不好意思啊，就是你帮我挑一条呢，就是适合我婆婆年龄的手镯。没问题。就是她平时啊很节俭的，我婆婆省吃俭用的，对自己很抠，然后呢把所有的钱都给我们了。其实我知道她一直想要一只手镯，但是又不舍得买，她嫌太贵了。你帮我挑条好一点的，但是要告诉她是最便宜的哦。我明白了，你这个做法好啊。那个，我一会儿就跟他说最便宜的。对。然后，行，来，帮你们挑好了啊。你睇住先，我去個洗手間先吓。好，阿姨，看一下這條喜不喜歡？飄花來的，挺靈動的，而且種水不錯，帶一點淡淡的底色，我覺得挺適合您的。哇，好靚喎！係呀。哇，好好睇喎，肯定好貴啦。哎呀，便宜的最便宜的。你同我揾個最平嘅。